去年下半年受到几内风台的影响，全台湾菜市产区市容受损真严重，平均的菜价有超过50块。不过，即马菜市出产是渐渐恢复稳定。以西地果菜市场来讲，交货量增加3成，目前10公斤菜市大约计销大约是24块。如果过年期间菜价会更较稳定。市场人员买半份各类菜准备送货，冬天过后气候稳定，适合各类菜生长。和果菜市场交易量增加，各类菜价销嘛为去年下旬，平均每公斤60块，慢慢拉到现在每公斤20块左右。一年一箱700-800啊。啊，即卖？啊，现300块尔。哦。系啊。等于砍半了哟。对啊，砍半了啦。系啊，俗俗济落来啦。哦。大白菜嘛，同款啊。所以果菜市场表示，去年10月后受到这风台影响，导致各地蔬菜产地拢受损。每公斤的平均菜价起到50块以上，但现在入冬后气候稳定，市场的交易量为每天700吨提升到1000吨，菜价才慢慢回稳。啊，去年的价钱差不多拢咧50块左右啦，有当好价的时阵，原来捌升到50几啦，吼。啊，高丽菜的部分哦，好价的时阵，一共拢捌1公斤8多块啦。目前平均菜价大概24块左右啦。果菜市场就讲，各过10外天都是春节假期，将这日采买高峰期。啊，目前西地果菜市场每天蔬菜供应量拢超过1000吨，其中过年需求量大的当年菜、冬藕等，每公斤大约拢20-30块，菜价已经起平稳，提供消费者有寡侪选择。公司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。